大亞灣核電廠今日由李鵬主持啟用儀式。薩拉熱窩大批傷者要送去德國治療。踢賀歲波嘅外隊到咗香港。各位，詳細嘅新聞內容。大亞灣核電廠今日舉行正式嘅啟用儀式，由中國總理李鵬主持。李鵬話：核電廠第1號機組嘅投產係為發展第2期工程奠定基礎，但佢就冇透露發展第2號工程呢係喺幾時同埋喺咩地點。梁周賢報導。大亞灣核電廠第1號機組嘅正式啟用儀式，由中國總理李鵬主持。參加儀式嘅包括副總理周家華、中央政府同廣東省嘅高層官員，以及英法兩國嘅駐華大使。英國駐華大使麥若賓獲得安排坐喺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嘅旁邊。喺整個過程裏面，雙方只係傾咗1兩句説話。而李鵬並冇喺儀式上面發表講話，但佢較早時對參加今次儀式嘅人話：大亞灣核電廠嘅投產為核電廠第2期嘅發展創造咗良好嘅基礎。但係佢就冇講明係咪已經批准大亞灣加建第3同第4個發電機組。而大亞灣核電廠一個工程師就話：李鵬講嘅第2期發展其實係指喺大亞灣東南，距離香港55公里嘅嶺澳地區開發核電廠。佢強調，當局仲未對呢個計劃作出決定。大亞灣核電廠第1號機組正式投產之後，第2號機組亦都會喺今年上半年之內開始運作。而喺呢段期間，國際原子能機構亦都會派專家嚟大亞灣視察呢度嘅操作同埋安全情況。大亞灣核電廠嘅第1號機組係由今個月1號開始，將每日生產嘅部分電力輸送嚟本港。有份投資大亞灣嘅中電話，大亞灣核電廠喺未來20年都會將7成嘅電力輸送嚟本港地區，大約可以供應本港17%到20%嘅電力需求。中電話，由於核電嘅成本較為穩定，將會令到本港嘅電費較為穩定。無線電視記者梁就賢報導。民建聯同埋港同盟對有消息話中國計劃喺大亞灣附近發展第2期核電廠工程係表示擔心。蕭錦恒報導。溫石麟喺接受訪問時表示，大亞灣核電廠嘅高層向佢透露，第2期工程會喺距離現時核電廠5公里嘅嶺澳起多2個同而家一樣嘅機組。如果通過嘅話，